如果生死只係一場靈魂輪迴嘅旅程，肉身滅盡，但魂魄長存，那麼你所安葬的骨灰龕就唔再只係一個冰冷無聲的盒子，而係一個承載愛與思念、延續家族血脈、護持靈魂修行嘅福地。道經有言：魂魄未散，須以香火溫養，得聞正法，方能超脫輪迴。所以真正有價值嘅骨灰龕，唔只係安置遺骸，而係一盞靜靜燃亮嘅長明之燈。佢守護着一段生命故事，佢積累着一份家族善因，佢引領着魂魄穿越黑暗，走向光明。每一縷香煙都係一份思念，每一次誦經都係一份功德。骨灰龕係記憶嘅延續，係靈魂歸途上的橋樑，係生命最溫柔嘅守候。